而且迄当时啊，医生佫补充讲，其实伫因真身躯内底，这种梦想症其实上少人会去互医生看。欢迎收看。 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关闭的。大家好，我花是在地新闻的记者云轩。唔知影大家敢有看过咱前4个礼拜六的几啊个时间吼？迄是因为咱特别为着几月。 几啊月即个设计一个单元，呾翕4集尔啦。对。因为几啊月呾4个礼拜尔，拄好录这4集，互大家看卖。感觉有介意的话，你就嘛帮我分享一下。起赞。刷落来吼，因为吼面册顶悬吼有网友伫安尼讲吼，台语真认同，哪拢无更新啊？一定是大家伤少咱啊。对啦，咱两个人不伤久无做伙出现，一个人一礼拜一集安尼，大家可能是希望咱会当较紧合体。对，合体。所以咱今仔日吼嘛是要讲一段淡薄仔有小可恐怖的代志，只不过吼伊是真实发生伫咱台湾的故事。对。伫咧咱冬天的时阵吼，有一个电影叫做《咒》。 咒惨的迄个咒。咒抓。为什么咱要讲这个电影？因为这个电影吼，伊是真正发生伫高雄的一个事件。是一件真正有发生的事件。对，16年前迄时阵吼，足侪媒体拢在报。而且这出电影啊，伊一开始这个预告片出来的时阵，就有真侪网友伫下骹留话。而且嘛有真侪人拢在讨论。最后就是讲，伊是用迄种互动式、迄种意念的方式来呈现。因为一开始用意念的方式嘛。是。后来就开始讲到伊电影的内容，所以互真侪人是看到这预告片就惊甲唔敢去变数。哎呦，真恐怖。对，足恐怖的。这个咒电影的这个原型吼，伊是发生伫2005年的高雄高山。高山遐有一家伙仔生5。这生5、6个人，一个老爸，一个老母，然后4个囝儿。4个囡仔。4个囡仔，迄4个囡仔吼，因伫迄个时阵，当时2005年的时阵，因多拢20几岁。雄啊，有一天啊，因那个上细汉迄个查某囝吼，伊就讲家己会晓起动啊，家己会晓起动，三太子负心，而且伊讲着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啥物足重要的代志？迄个代志就是讲吼，大姊有性命的危险，爱紧倒来高雄。不过恐怖的代志就伫遮。 就是大姊转来了后，伊规个人的状况都无变好，伊开始梦到家己互糟蹋，所以就干那家己日时的时阵困。而且后来啊，伊嘛开始讲家己会晓起动。伊嘛会讲家己会晓起动啊。对。爱附身的是啥？伊讲伊互观世音菩萨附身。观世音菩萨。而且发生了后，伊开始嘛会开始伤害家己的行为。而且后来啊，伊厝内人就看到伊安尼，一定会真烦恼嘛。是。 所以就带去让人伤惊，不过状况拢无变好。拢无变好。对。上恐怖的是吼，厝邻的人吼，另外2个囝儿，个爸阿母吼，慢慢啊，逐个人拢讲家己会晓起动。一个拢讲会晓起动。家己是七仙女啦，无讲家己是玉皇大帝啦，讲个做生命负心的感觉。按开始一个拢会晓讲家己拢会晓起动，而且吼，因逐个拢讲家己会晓负心的时候，因开始摕迄神主牌啊、乖啊，开始相拍，然后因开始相信一件足一奇怪的代志，譬如讲，因感觉吼食屎，高尿。 会当驱邪，会当赶鬼就对啊。是会当赶鬼，而且上恐怖的一件代志，啥物？上关键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吼，因打啉符仔水，拢无咧食饭，打啉符仔水哦。唔免食饭，唔免食饭，因袂感觉腹肚枵，打啉符仔水，因讲啉符仔水吼，身躯顶的营养都有够啊。 而且因为因查某囝干那啉符仔水，所以造成讲拢无食饭，就会过往啊。而且一开始啊，因厝内人佫想讲，应该是附伫身躯顶的妖魔已经死啊，所以因就想讲要甲查某囝带去病院，互医生看。是。想袂到这个时阵，其实已经袂赴啊。因为医生就讲救袂转来。无法度甲伊救转来。是。对。然后后来因厝内人原本是完全唔敢相信这件代志。一直到妈妈互大查某囝附身，就甲讲，其实我已经死啊，所以才知影讲，其实伊的大查某囝已经过往。因较相信讲，因的大查某囝过身啊。其实咱讲的这过程吼，就是媒体
迄个时阵报道的内容。迄个时阵吼，警方咧讲的时阵，因感觉规个过程吼，拢是敢若一寡妖魔鬼怪啊，拢真奇怪，拢真奇怪。其实吼，伊嘛讲袂清楚，到底是迄真正有无形的力量吼，无就是吼，因规家伙遐吼，拢是精神有问题。迄个时阵媒体报道嘛，有去采访着医生。医生就讲吼，因这个病症吼，镜头吼，因这个镜头吼是集体精神妄想症。而且迄当时啊，医生佫补充讲，其实伫因精神科内底，这种妄想症其实上少人会去互医生看。是。因为其实伫平常时啊，伊若是和身躯边的人斗阵的时阵，或者是上班的时阵，拢无影响到伊的人际关系，因就拢无去发现讲家己是有病的。是。对，所以就袂去互医生看。所以通常到因的精神疾病压起来时阵，因才会发现讲，其实伊是有病的。这个状况吼，伊也当作是发生伫咱即马现代吼，这个大查某囝应该是袂过往才对，因为吼，伫16年前迄种社会福利的体制，迄个制度吼，应该是无即马遮尔好，而且吼，伫高雄高山迄所在大，应该是大家拢会互相斗相共啊，看着迄怪怪吼，迄出面头尾应该是拢会去甲政府通报，社会福利的机构吼，因得袂互即种代志发生。毋过头拄仔就讲到负心，最近嘛有一出电影和负心有关系。什么电影？萨满。哎呦，听讲你已经看过啊？我看了啊。无少。我讲到萨满这个电影吼，其实我看了吼，有两个代志爱提醒咱，还袂去看，想要去看的观众朋友。第一件吼就是讲吼，你也当作是会晕车的观众朋友吼，你去一定爱做好心理准备。爱先食晕车药啊？唔是啦，你就是爱有心理准备讲，这画面吼，伊会喊来喊去，安尼摇来摇去，喊来喊去，就敢若你有当时坐车的时阵，伫安尼乒乒乒乒安尼迄种感觉，所以吼，你会感觉有头会戆，会晕。会无爽快就对啊。无爽快，啊你无爽快的时阵吼，你唔通坚持讲，你一定爱看较了，你把手会当揢起来，休困一下，啊，再继续看。这是上重要的，因为吼，你也伫遐感觉吼无爽快的时阵，你可能会昏去哦，昏倒哦。莫坚持。啊，第二件吼。就是讲吼，有3、4个画面吼，伊是常用的啊。你安尼吓惊一下，就甲你吓一下安尼。吓一下，吓一种画面吼，你可能嘛会去吓惊着。对啊，所以爱提醒大家去注意这2件代志啦。也毋过吼，我看了吼，我是感觉10分内底吼，我会当互伊7分啦。7分？10分互伊7分算是真悬啊啦。系啊，真悬哦。因为其实。有的人会感觉伊是一个烂片，感觉烂片的人吼，伊是感觉吼，有做代志无解说清楚。也毋过我讲，伊无解说清楚的遐个物件吼，是无啥重要。无真重要。无真重要。啊，像我看了，我感觉应该解说，拢有去解说着。虽然有无完善的所在，也毋过我感觉这个电影是算是袂歹，大家会当去看。哎呦，听你安尼讲了，我嘛想要来看。嘿啦，好啦，后一阵咱较做伙去看。咱也毋捌做伙去看过电影的。对啊，这个旧出来的时阵吼，咱嘛做伙去看好啦。好，再个翕下影评，互观众朋友知影。好啦，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一点灯，拜拜。